我们现在也许好像保不齐，好不了就是穿越。哎呦，是，说，你是何方人士？是谁派你来刺杀灵齐王的？这画风转变也太快了吧！这亲完了不应该入洞房吗？拍戏的时候帮古生生背词儿，好像没有这段啊。难道导演又加戏了？说，好，来人，给我带上来！是。阿广，青柔，你醒了，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呸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才死了呢！别说了，这都是真的，不是拍戏呀。这拍戏是干嘛？哦，对了，是在梦里。说，是不是谢元辰派你来的？问别人事情还这么凶，加个挺字会死啊！这破道主我见得多了。我告诉你，平时被你们这些大牌欺负就算了，可今夜我的梦里我做主，我就不说哎。说，是不是？吓唬谁呢？今儿个姑奶奶我呀，还救不啊！青柔，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我梦见别人拿剑指着我啊，但是呢，我坚贞不屈。然后你就把自己送到刀下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难不成我们做了一样的梦啊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那我去得找制片主任呢，我可是算工伤的。哎呀，笨死你算了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哪儿啊？青柔，你听好了，可千万要记住，刚刚那些不是做梦，更不是在拍戏，我们真实的在王府。王府？我们现在也许好像保不齐，好不了就是穿越。哎呦，什么都是。王爷，刚才听他们说的，好像真的跟二王爷无关，但是他们说到的是穿越过来的。你可知穿越的意思？是不是他们的爱人啊？他们不是要回家吗？放他们走。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呢？着急有什么用啊？保不齐啊，我们就交代到这儿了呗。不行，不可以！开门！你要在这关着我，我就告你绑架！哎呀，都说是古代了，你就别瞎费力气了。阿广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也想回家。吃饭了，吃饭了。你干嘛？累死我了，脚都快断了，现在就刀架我脖子上，我也不走一步了。你在我们身上装了 GPS 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被你抓到了？王爷，要怎么处置？这位王子，贝勒，少爷，你看我跟你远日无忧，近日无仇，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啊？再说了，我们一看就没有钱，我也没有什么姿色，杀了我，你是不会有任何成就感的。哼，带我去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王爷，你故意放走那个尹晴柔，他也没有去找二王爷，是不是就证明他和那个阿广并非是二王爷的人？依我看，不如干脆杀了他们，宁杀错不放过。秦昊，你何时变得如此嗜杀成性了？既然不杀，要不然就放了。在我没想清楚怎么跟他算这笔账之前，他休想迈出府门半步。